这一首歌呢是非常简单的，不能看歌词，新的歌。我有平安如江河，念一次。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在我心。再念一次哦，就要背起来了。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好，准备好了哦，我们要开始唱了。歌词只有这一句。一起拍手。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再一次，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哇，很厉害，唱两次对。等一下唱到平安的时候，屁股离开座位。我有，本来这样对不对？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会不会？唱到平安就要起来哦。行不行？行不行？阿贝，你可以半蹲没关系。来，阿贝哥，你可以下来没关系，来。等一下，要站着。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哇，有人心不能散啊！好，来，除了我有平安如江河，还有什么东西如江河？你想要有什么如江河？喜乐。我们主安长老说要有喜乐在我心啊，然后要改一下，把平安改成喜乐哈。好，预备。我有喜乐如江河，我有喜乐如江河，我有喜乐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喜乐如江河，我有喜乐如江河，我有喜乐如江河在我心。好，这样唱太慢了，要快，而且连续两次。第一次唱我有平安，第二次唱我有喜乐，这样 OK 吗？然后这次我们不站起来了，我们换成跟隔壁捶捶肩膀，会不会？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对吗？左右边哦，来预备。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喜乐，我有喜乐如江河，我有喜乐如江河，我有喜乐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喜乐如江河，我有喜乐如江河，我有喜乐如江河在我心。哇，真是太棒了！我发现呢，每一个人今天晚上都非常的有精神。好，明天什么日子？明天3岁 ，Easter 复活节，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唱宝贵时间。会唱的，我们大声的唱，好不好？我们感谢神，因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舍，使我们从黑暗中进入光明。无论你今天有没有很生气，你都依着神重新有一个开始。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主耶稣，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你的宝血为我而流。
今天来想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主耶稣，谢谢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主，我们要感谢你，因着你的身体，我们有一个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求你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身边，跟着我们一起坐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能够与你一同来欢唱。主啊，求你再次的来靠近我们，亲近我们，帮助我们在你十架的爱里面，让我们常常能够学习亲近你、爱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因着你再次的苏醒过来。谢谢你。从头再唱一次。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主啊，谢谢你，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相信你的爱从亘始到永远，永远不离开我们。你的爱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重新得刚强，使我们灵也得自由。也祝福在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谢谢你为我们带来慧玲老师，以至于他在我们当中的分享，成为我们很多的学习跟成长。你也祝福他们，与他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要拍手来欢迎我们慧玲老师，掌声不够大，老师走得很慢。需要回家吗？不用，这是我最特殊的一次讲课。老师先自我介绍。老师我原来是在国中教书，好，那在你们这里有没有上过台湾的国中教育？应该有的哈，就是他们都有上国中教育 OK 好。那我就是国中的美术老师。那我的学校呢，原来有美术班，要进我学校的美术班没有那么容易，一定要经过考试，智力测验、现象测验，还有水彩、素描都要考，才可以进到我学校美术班。那我的学校最多的时候能去班级数可以到120几个班。那老师以前不要叫我了，我学校是已经退休了哈，退休好多年了。那我以前上课面对都是国中生，对不对？好，国3的学生。自从我退休以后呢，那我就到温哥华来。那我在哪里也讲过呢？我在41届教会演讲过，那个金陵大学很多，对不对？哈，还有我们台湾松尼会，那个都是你的阿祖哦，阿公阿祖型的，都80几、90岁的都有，都那个老先生，而且人一多的时候70几个人。好，那个因为年纪大家都退休了，到那里。后来呢，也到教会里面上课。教会我们有一个团契啊，在那个 Burnaby 教会有个团契，那个都是跟你妈妈、爸爸年纪一样的。我今天最特别就是来到这里演讲，有这么小的小朋友，有这样的，有这样，有这样，但是，对，我本来是想说，
因为我之前要来讲的时候，我就问他对象是些什么人，他说都是一些年轻人。我说 OK， 好，那年轻人很简单，我就照我的以前上课的方式来讲。我今天一来，哎呦，还有这么小的哦，所以呢，我要为了让这个小朋友，我想大朋友没有问题，为了要让小朋友听得懂，我一定会慢慢的跟你讲，渗到你的脑筋里面去。而且人数虽然没有像松林会或其他会里面那么多人，我是不是金陵教会也很多人啊？金陵大学我去过3堂课，那老师的我讲解绝对不会酒醉啊、缩水啊，哈，因为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早期你们都知道有分 A、B 段嘛，我的美术课都在下午第1节课，学生都在睡觉。那我的学生呢？我上课的时候，学生连起立敬礼都懒得起来，睡成一片。他上课不跟我闹，我已经很感激了。你就继续睡吧，不要吵醒他。OK， 好，那我讲我的课，其实只有2个在听，听着还赢。可是呢，学生到后来都是也要上我的课，因为我一起来就把他们吓一跳，我嗓门很大。那时候老师不用麦克风我就这样上课，骂起人来，隔壁教室都听得到的。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嘛，现在不行。可是呢，只有2、3个学生在听我讲课，其他睡成一片，我照讲，好，所以不用担心。我看那么多小朋友，我就觉得也很可爱了哈，因为我的孙子都还比你们小一点。好 ，OK， 好，我们今天来讲哈，从今天开始讲。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叫做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哈，前面小朋友你可能我们知道，什么叫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指在14世纪，14世纪现在多久你知道吗？多少年了？现在是21世纪，47啊，不止哦，你减减看，我们现在是2000多年，对不对？好，14世纪到15世纪，1个世纪又100年啊，回去慢慢算了哈，你们回去慢慢算。那么多年是发生在欧洲的一种新的一个文化运动，地点在哪里呢？在意大利。意大利有没有去过？啊，很多人没去过，我也没去过，因为我的口袋不够深，所以我也没有去过。好，那意大利的一个叫佛罗伦斯的这个地方，那佛罗伦斯呢，这个地方呢，它因为在当时呢，它的羊毛纺织业非常发达，所以呢，它变成欧洲最富有的一个城市。金融商业中心都在那个地方。那14世纪以前是几世纪啊？13。哎，对，13世纪。14的前面是不是13？对不对？哦，是啊，13。OK。好，13世纪的时候呢，那时候的欧洲跟当时14世纪跟现在欧洲是不一样的。整个欧洲好像大家都在睡觉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教会呢。整个欧洲都被这个教会给统治着。为什么会统治的？因为当时的皇帝罗马，这个就要讲到这个西洋文明史了哈。那如果大朋友你们听，小朋友你万一听不懂，回去问他们。OK 哈。我们13世纪的时候，整个欧洲呢，可以说是在一种我们在人类文明史上来讲，它是属于一种所谓的黑暗时期。为什么叫黑暗时期？我们都知道，古希腊罗马文化可以说是欧洲文明的一个摇篮，对不对？是它的基础。那么呢，随着这个罗马帝国逐渐的衰败以后，分为东罗马跟西罗马。那西罗马帝国呢，后来在476年的时候被北方的蛮族给它消灭掉了。东罗马帝国，那当时的基督徒呢，他们怎么样？他们的主张跟当时的罗马统治者的主张呢，是互相矛盾的。当时的统治者呢，当时的基督徒呢，他们认为说，上帝，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他是他们的救世主。那这种论调呢，就威胁当时的罗马统治者。OK， 他们还主张，基督徒还主张认为说，基督讲，人类是应该要平等，要博爱。可是呢，这一点呢，又跟当时的罗马统治者呢，造成一种威胁。所以这个罗马统治者对他们呢，对这些基督徒呢，采取一种镇压，而且破坏他们，镇压跟破坏。那么有关这个电影也很多了哈。那我们大概你们大概没看过，我小时候常看过很多这种电影。
那采取这个镇压跟破坏。那破坏了以后呢，这个基督徒呢只好在怎么样墓地里面活动。那随着时间一久了以后呢，这个基督教呢，他们也开始修正自己的教义，尽量的跟罗马当时的他们的统治者呢互相怎么样融合。那么融合以后，大家彼此互相了解，那渐渐的，他们也能够接受基督教的这种教义。那基督徒他对这个基督徒呢，也比较能够包容的状态之下呢，后来到一个皇帝叫做君士坦丁大帝。到君士坦丁大帝呢，他就把基督教呢纳为他们的国教。那国教的话呢，就在313年的时候颁布了一个叫《米兰诏书》，将基督教纳为他们的国教。纳为国教以后呢，就是说军权跟教权是并立的，而且教会的权力甚至要大于什么？罗马统治者的权力，也就是变成说，当时的罗马主教他们就封他为教皇。那整个欧洲就在这个教会统治之下呢，人一出生你就在为教会服务的，你不能有你个人的思想，在那个当时你不能有自己的意见。所以那时候呢，圣经可以解释一切。人类呢，人在神的面前，你只能很卑微。尤其在基督教那种严厉而且的，对不起哦，其实是教会，我只讲这个历史啊，人只是能够很卑微的奉承的。所以，变成说你不能有自己思想的话，那人类就呈现在一种睡眠的状态之下，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思考。所以当时的神学就非常发达，他认为说神学可以取代科学，而且圣经呢可以解释所有一切的现象。那所以神学非常发达。那你变成是说，人类不能思考的话，完全就是说所有一切，你就是为了死后的世界去做准备，那忽略了你现实的生活。那这些现象呢，就在中产阶级的这些成员起来以后呢，他们发现说，他们的老祖宗，古希腊罗马时候的那些老祖宗，他们的文化呢是那么的辉煌，他们就希望说能够恢复古希腊罗马文化之外呢，而且呢，他发现人与自然之间的那种价值，所以呢，他们希望呢还要提升所谓的人文主义。所以除了恢复古希腊他们祖先的那个文明之外呢，还要提升所谓的人文主义，开始有人自己的思想。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呢，人类好像在睡眠中状态中忽然醒来了，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用自己双手去触摸，人好像睡个大觉起来。那这个文艺复兴呢，就在那个时候就兴起了，在欧洲来讲是一个大变动。那这个变动呢，影响的各层次，包括文学啦、艺术啦。如果说那时候的那个绘画艺术方面呢，比较有成就的话，那可能就在建筑方面盖了很多那个尖尖的教堂的尖尖高耸入云的那种尖形那个哥德式的教堂。那绘画方面，我们今天要讲的画图。那绘画方面呢，我们就想到说，一定有按照它规定的公式来画，一定要这样画，一定要这样画，一定要不能乱画。不能乱画，对小朋友讲，不能乱画。那呢，不能有你自己的意见。所以当时很流行的这所谓的圣像图，这个叫圣像图，规矩的，而且呢，当然说以基督为主啦，都是以教会里面规定的那个为主。好，像这个就是说，你不能随便更改，这所谓的圣像图。好，我们在下面一张。好，我这只在绘画方面啊。好，这是第二张，这个也是，当时都是这种图像这种图像。好，再下一张。好，到了后来，经过这个文艺复兴以后，我刚刚讲14、15世纪文艺复兴，对不对？好，这些画家呢，开始有他自己的想法，开始有创意了，不再受制教会的限制了，开始有自己这个可以把灯关掉的话，可能会更好。这里可以不可以关掉？这样会不会好一点？比较清楚哈。开始所以呢，那时候呢，他们不再以圣母为他们绘画的主题，他们呢以古希腊，就完全按照希腊神话完全按照希腊神话的那个故事来当做他绘画的主题。他用维纳斯是爱神用维纳斯来代替圣母的位置。好，我们可以看中间那个就是维纳斯，这个叫春，这个是有一个画家叫破地且利他的作品波提切利的作品。那么呢，中间你看用以
维纳斯来代替圣母的位置，那就意思说，春天来了。这一幅画的名字叫春，好，那你有没有看到？哎，有没有看到？好，春。那每个旁边的女神姿态不太像，跟刚才那个画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没有一样，哪一张比较好看？小朋友，哪一张比较好看？这个比较好看。这女生那么多，你看，这个好。前面，啊，在下面呢？啊，有啊，往前，往后，好。每一个人，每一个女神，她比较肢体上比较有动态。前面的几个比较，前面我们常前面的圣像呢，一般就给我感觉是比较呆板一点，对不对？好，那这边你看每个姿态造型，就姿态上面来讲的，比较具有人性，人呐，哈，比较像一个人。好，下面一张，好，这个叫做。你吓一跳了，对不对？好，这个叫维纳斯的诞生。维纳斯在希腊神话里面呢，她是一个女神哈，爱神，也是一个美神。那她呢，刚好从贝壳里面生出来了。你说怎么可能？啊，这神话嘛，哈。OK， 她出来了啊。那这张呢，一画出这张画，这个也是破地潜力的画。他画一张这张画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吓一跳，哈，你居然把人画成什么？哎呀，裸体伤风败俗了，不行啊！他也是用维纳斯来代替什么？圣母，对不对？好，把维纳斯呢，你看这个躯体，你看他画的漂不漂亮？线条漂不漂亮？这个女生漂不漂亮？漂亮 ，OK， 好，漂亮。好，那这个他诞生的时候呢，那这个旁边刚好是一对夫妻哦，他用风手，你看口中吹着风，要把这个女神尽量往前怎么样？送上岸来，啊，旁边一个拿个衣服要把那个毛遮起来，把它穿起来，所以他这时候开始有了这个裸体画的出现了。所以在对照之前13世纪的绘画来讲，是不是一个大转变？有没有变？更像一个人了哈，更像一个。好，下面，我们在就一下大人，一下小孩，那个角色错乱。OK， 好。下面一张了。好，我现在讲到这个，今天最重要就讲到这3个人，一个是达文西，一个是米开朗基罗，一个是拉斐尔。小朋友，你们知道达文西？你们听过这个名字的举手。小朋友，我准备小朋友，好，2个。啊，你读过那书，达文西哦，记下来了哈。达文西 ，OK， 好，放下。其实啊，达文西他在科学上的成就，比他在绘画上的成就还要大。那个达文西呢？说实在，我们大家知道，就是他那个蒙娜丽莎微笑那张画，对不对？哦，最后的晚餐，你大概就知道这几张画。事实上，达文西他在科学，物理学、天文学，甚至医学上的贡献都非常的大。他这辈子大概真正他的作品呢，大概只有12张或13张，那大部分都是他的手稿。没关系，等一下你再提问。好，大部分都是他的手稿，就是说他的素描。那么呢，他这个达文西呢，我们稍微讲一下他呢，他是一个私生子，所以他没有从小他没有办法，当时的那个规矩啦哈，没有办法让他上过正规的教育，没有办法让他上学去学习那个拉丁文。那这个没有办法上学呢，他就整天到外面闲晃，这里逛那里晃。那大自然就是他的老师，一天到晚就在外面闲晃。他呢看到天上的鸟在天上飞，鱼在水里游，那个松树的那个种子有没有？天上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在旋转的时候，好像一个螺旋转。那螺旋桨啊，所以呢，他整天就在外面闲荡。他从自然里面去学习，从大自然里面去学习他没有办法没有经过正规的那个学校教育。那么呢，从这个大自然里面呢，他学到很多啊，所以他发明了不会飞的飞机。他画的很多素描稿，可是呢，他自己并没有去做实验。他倒是画了这个，而且他发明了很多，包括战车啦、潜水艇啦，还有那个大炮了，好，装甲车，还有那个我们那个闸门，那个水门的闸门那个。很多，他的领域横跨天文，知道说，这个那个太阳是不动的。他和他的领域横跨天文、物理，物理学。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说解剖学。什么叫解剖学？解剖学对一个医学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从来没有一个画家呢，他要研究，他要画一个人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他去研究这个肌肉是怎么走的。他从来没有一个画家在研究说，当你人我做一个动作的时候，我那个骨头是怎么转的，我那骨骼、我的关节是怎么长的。只有达文西为了要画人物的关节，或者是甚至肌肉或他的肢体动作的时候，他呢解剖了。什么叫解剖？你知道吗？小朋友，解剖你知道吗？对，就是什么呀？我们大人叫做大体去解剖。他不但解剖了以后呢，他还把它画下来，画下来叙述下来以后呢，他也记录下来。事实上，他发明很多东西，后代的人根据他的发明，根据他自己并没有做过实验，根据他的发明，或者说根据他的叙述之下，以当时的条件，就是说那种不能用现代的东西，当时的材质条件来后人来给他做实验的话，每一个都行得通。在当时他自己没有做实验嘛，那他只是记录，利用他素描就做了记录。那我说他在解剖学的那个成就呢，直到今天21世纪了，我们人类还在谈论这个达文西，还在谈论他的，尤其他对医学上的这个解剖学，他解剖了30个尸体，3个尸体以后呢，包括男女老少，还包括怀孕的妇女。她怀孕的妇女，她把她肚子给她切开来看，看看那个婴儿在她肚子里面，在孕妇的肚子里面的长相，或者她的形象，她全部都是用那个素描给她画下来。不但画下来，而且旁边记录了一大堆。所以呢，她为了这个解剖学呢，她做了1000张的素描，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心脏、5脏6腑都有。这个解剖学。画了1000多件的那个人体素描，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日本，尤其日本也蛮比我们台湾还早，还有欧洲，还有台湾，外科手术有一个叫什么达文西手术微创，对于我们的外科手术进步对我们外科手术贡献非常大。现在我们外科手术不像以前早期开肠破肚没有这样的。你要脊椎手术很简单，定好位置以后，完全是等于是说机械臂，你知道吗？达文西发明的，就是因为透过他的解剖学，透过他的设计的人体的观点那种解剖，还有那个机械臂呢，现在有个医学上最进步的微创手术。微创手术就是达文西微创手术，所以所有的画家没有人说到21世纪还拿出来当做一个谈论的焦点，只有达文西。好，我们在下面看看这个它有没有人体的解剖好，下面一张，好肌肉。而且叙述他这个人是左撇子的，所以他写的字有时候看不懂的话，你可能用镜子好，在下面一个反射，好，你看那骨头有没有？他都到墓地里面去解剖。那当时你要进到墓地要解剖那个尸体化是，在当时的社会等于教会是不容的了好，你来看看骨骼，还有那个关节，所以我们可以讲说，人类的第一部机器人是他设计的。好，在下面一张。好，那个婴儿在胎儿在那个妈妈的肚子里面，他叙述了很多。现在再回来看他的话，所以他在医学上非常贡献很大，一直到现在。现在那个微创手术，如果你们各位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去看，非常进步，而且第一刀就要15万起跳，很贵的好，下面，好，胚胎。留下记录好，他在解剖学上那个贡献，我们在下面。肌肉的走向，没有一个画家从来没有一个画家要画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去研究他的生理。等一下我们还会讲，还有他的心理的状态。好，下面一个，好，这个他做出那个立体书有没有？立体书，他也做潜水艇，也用猪的皮做潜水衣。好，下面。还有那个齿轮机械的转动好，在下面，这个画了一个飞翔那个滑翔翼好，下面战车、装甲车，这都是他草图。那现代的人用当时的材料来做实验，每一件都行得通，都可以。好，下面装甲车，所以他不是只有会画图。所以他在科学上的成就比他艺术上成就还大。好，下面一张，好，在下面，好，船，
是不是啊？是不是船？哦，这船会动的哦。好，下面，好，在下面。你有啊？哦，下次来秀给我看。OK， 好，下面再来。好，滑翔翼，它做的草图哈。好，我们在下面，这个都是下面。我们这个给它过去哈，那个书立体书有没有看过这种书？很漂亮，很棒哈。好，下面，好，这张维特鲁威人，这个维特的中间的维特鲁威人呢，他原来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建筑师，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建筑实书啊，建筑实书。那这个呢，他就讲到比例问题的。我们刚刚讲到数学上面有个黄金分割，有没有？哦，今天我不上数学课，所以黄金分割，你们自己有兴趣的，你自己研究什么叫黄金分割。大概就是把一条线分为长段跟短段，切一刀，分为长段跟短段。那么呢，长段跟长段的那个跟你全长的那条线来比的话，它的比值如果越接近0.618的话，算达到最。如果以人体来讲，你放个拍放，以人体来讲了哈，什么叫黄金比？如果达到这个黄金比的人，这个女的就很漂亮。那很漂亮，人家说，哎，这个比例最好，身材比例最棒，可以当模特了哈。那就是说，以我们的肚脐来讲，从我们脚底到肚脐，我们称它叫长段。如果你脚底到肚脐的这一段的身高，那个高度呢，来比上你的全体的身高，跟你的身高来比，你那个比值如果最接近0.618的话，就最符合所谓的黄金美的标准。可是一般人都没有到这个标准，一般人都0.5多而已啦。都是腿太短，对不对？如果说腿越长的话，就越达到美的标准。所以你看那个每个模特，那个脚都特别长。所以要漂亮，要哪里要长啊？就多运动，小朋友多运动啊，才漂亮啊，身材才漂亮啊。那这个维特鲁威人呢？你看看他把这个他这里面就是其实一个人，一个就这样站着，还有一个就这样稍微微的张开来往上翻，就是讲到那个比例问题啊。这个比这个黄金分割，还有他讲到这个比例的，常常用到设计方面，比如说建筑业的话哈，我们在讲到这个所谓的黄金分割，优美的比例问题。好，我们在下面。好，这张谁？啊，水。其实那个蒙娜丽莎哈，它的这张画呢，现在巴黎的罗浮宫我是去看过的，它很小。大概只有55公分乘77公分，小小一张而已。我去看的时候，因为我个子很小，所以我就这样看，就在那里跳，看到人家的后脑袋，什么也看不到。但是这个很多人就讲到说，这个我们先讲到这张为什么那么有名。那达文西呢，他画一个人，他还会研究他，不是只有看这个形象而已，他会研究到他的内心心理。那我们最有名就是说，为什么叫做就是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要解开蒙娜丽莎那个嘴角，她为什么会笑？她为什么有那种好像谜一样的微笑？很多人为了解她这个谜一样的微笑，一辈子简直快要发疯了。她的有名在这里。那如果我们以绘画的那个方向来讲的话，她呢，首先第一个，在人物的背景，它采用背景，它采用一种所谓的空气眼镜法，这所谓的透视学。透视学的话，哎呀，小朋友懂不懂？透视学你会看到那个火车铁路有没有？火车铁路，你这样看那个火车那个铁轨，到最后会怎样？两个是不是碰在一起？是会碰在一起。各位应该知道，那所谓的透视学啦。所谓透视学，也就是说，你看东西，如果越远的话，越清楚还是越模糊？对了，那我问你哦，那如果越远的话，东西会越大还是越小？对，就透视，对，透视学。所以它后面的背景，它用一种山水风景那你会看，越到后面那个山水越远，变成它的背景了。如果它画得太清楚的话，背景就跑到前面来了，就不叫背景了，对不对？好，为了解开这个谜一这样微笑，我如果再讲这段，小朋友可能都被困了。其实他就研究他的内心。有人是说蒙娜丽莎这张画呢，其实就是画达文西他自己的。这个要讲到一个画家的内心的这个又比较哲学一点，我不晓得。好，我们来看我们就看他是用透视学那谜一样的微笑，我问你一个人笑的时候嘴角会笑，那一个人悲伤的时候会不会笑？对，你好棒。对，有没有含泪的什么？微笑，有一首歌叫《含泪的微笑》，
你伤心的时候，你会不会笑？苦笑啊！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我很生气，我气得要死，我会不会笑？会，皮笑肉不笑，对不对？也有这样，所以微笑对这个微笑呢，它有很多的解释。那么呢，达文西在画他，这个是一个公爵夫人的哈。那这个公爵夫人，因为当时人很有钱，那有钱人他们都有钱有势，他会找这个画家到你的家里为为他自己的夫人怎么样画？那画肖像画。那画肖像画呢，过去的肖像画一般你都会画侧面，可是画侧面的时候呢，比较没有办法表现一个这个人物这个模特的个性出来，好，所以还给他画正面。那这个呢，因为当时达文西画的这张画，虽然是说画了4年的时间，那前2年的时候，他画这个公爵的夫人在画的时候，他完全就是我就是画你，就是一个模特。可是画到后面的时候，因为一个人在画家，我今天画你，我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我1年后我再画你，我心情也不会一样的。那时候达文西画到的时候已经50岁了，50岁对一个人来讲，他人生的苦练喜怒哀乐，他不太容易表现出来，一般都生存在你的内心里面。所以他在画他的时候，到了第2年的时候，他在画这个模特的时候，他心里就想说：这个模特人好，你现在是真的是高兴，还是悲哀？你是真的高兴吗？那已经不是把她当做一个美丽的夫人在画她了。这个夫人哪有漂亮？也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丑死了，对不对？你们在讲可是，在当时是流行的哦。他们让当时的人是说把眉毛剃掉是漂亮的哦，那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代的审美观念不一样，那时候他认为是，那达文西的画，他说你到底美不美？你今天高不高兴？你不是每天都那么高兴。我今天跟我先生吵架，我今天被我孩子，我不高兴，我也不爽，我要坐在那里画。所以达文西就开始他研究他的内心，研究他的深入。你真的那么高兴吗？你现在是那么美，对不对？那后来。虽然说公爵期，达文西为他的夫人第3任夫人画这张肖像画，可是事实上呢，最后达文西并没有把这张肖像画呢给那个委托他画的人。他画到第4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他自己也50几岁了，他就在探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你这个笑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微笑？然后呢，他最后他受到教皇的征召呢，到罗马去，他就把这张画也带到罗马去了。带到罗马去了，那时候他中风了，中风变成右手就不能动，左手呢只能左手动。所以左手一动的时候呢，画继续画，他不交出去，还在继续画。到他60几岁的时候呢，那时候达文西，我们下一张已经很老了，变这个样子。已经变那个样子了哈，达文西那时候已经那么老，那他看到镜中的自己，他就想到说，达文西年轻的时候，他是有名的一个美男子啊，很漂亮的，很帅哥一个哈。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像这位夫人那么美，我也是曾经被宠爱着。那我在当时是这样的，那我在想，这个夫人到老的时候呢，我有时候讲这个可能我们可以讲很多，但对不起我就稍微把它缩短一点。那他到最后，而且有一种就是说比较特殊，一个画家在画一个人的时候呢，画来画去，或甚至我不看他的时候，他离开佛罗伦斯到罗马去了，根本那个夫人也不在了嘛，对不对？我在画一个人画久的时候，越画会越怎么样？会越像他自己。不相信你看看。叫你画的话，你让我越画到最后呢，我画家就有这个特征了。我刚想不有些，发现怎么越来越像自己。人家看你画，好像你自己。那时候所以有人就说，这个达文西的画这个蒙娜丽莎微笑，虽然是画这个公爵夫人，但事实上就是他自己。那当然是在当时有一本，我们在几年前10几年前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 Dan Brown 他出了一本书叫《达文西的密码》，他对达文西的很多画，他做了很多的注解，他认为说他的自画其实就是蒙娜丽莎，就是他画他自己，好，我们在下面一张，好，这个叫什么？知道的小朋友，哎呦，你怎么厉害？你看过了是不是？最后的晚餐，中间是谁呀？耶稣。好。最后的晚餐这张画呢，我们这从绘画的理论来看它这也是采用透视学。你们看到后面的窗户有没有看到？后面的窗户，它窗户，你从我们这边看，我们看这边窗户，从我这边看，或从你那里看，它是不是越到后面就
它窗户的线条有没有？窗户的线条越到后面是消失在那个后面耶稣后面的那个窗口那个地方，这完全是一种那个窗户啊哈，完全是一种透视学的那种表现哈。那它是这个是达文西他画在一个修道院的一个餐厅上面一个墙壁上的一个壁画。那你知道那个厨房，那是一个厨房，厨房一般都会比较湿一点嘛哈，那就画了。可是经过时间久了，很多都斑驳了。那至于这张这张画《最后的晚餐》这张画，就我们就说达文西那个我们中间是基督啊，耶稣基督，他讲了一句话。各位，他的12个门徒哈，他的12个门徒分别坐在他的旁边，每3个一组，分别坐他的身边。好，那坐在身边的时候，那时候在这个晚餐里面呢，基督就讲了一句话了：在座的各位同学，好，你们其中有一个出卖了我将死，我会死掉，因为你们有一个人出卖了老师。那他这些学生一听到他老师讲这种话，大家都吓一跳了。所以12个门徒呢，每一个人的表情，每一个人的情绪，达文西为了要画他们的表情跟他内在的那种情绪，他特别去研究一个人的心理学。那至于生理呢，他就走到街上去看每一个，他都用活生生的人去当模特儿去做对象，他不是自己凭空在捏造的。路上走，所以他画这张画，他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在街上去看每一个人的表情。当你宣布说我要死了以后，你旁边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呢，他为了要画这张画呢，实际的去做写生啊，实际的去观察人的心理跟生理的变化。那这里面呢，那这张画呢那个 Dan Brown 就是说我讲说《达文西密码》那本书里面的，当时呢，他就这本书这个作者呢，他很聪明，他就以达文西的几张画呢，他就要下了几个定论，找出几个疑点，找出几个定论，以史学家没有办法解释的疑点呢，他自己给他下了几个定论，而造成他的那本书大卖，不但大卖哈，还拍成电影。变成好莱坞式的电影啊，而且翻译成好几个国家的文字。那段时间我记得大概十几年前的那个书卖得很厉害。他怎么下定论呢？他说他下的那个定论造成后来当时教会也很大的震撼。他说耶稣，因为他说耶稣是有子嗣，他是有太太的哈。那他原来的他那个太太是一个从良的一个妓女。那么呢，他以前怀有他的子嗣，那但是呢，因为当时呢，彼得呢，他是要想让这个教会要取了这个教会的主导权啊，彼得最后耶稣把那个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嘛，啊，为了取得这个主导权，然后呢，他呢怎么样的对耶稣的那个太太哈，那个叫抹大拉，对他怎么样造成一样威胁，然后让他呢彻夜的离开，带着他的孩子彻夜的离开这个教会。那这个当然就是完全是被Dan Brown 的这本书里面下的这个令，还被好莱坞被拍成电影。啊，这个就是一种很传统、一个很通俗的一个小说。没想到他就是为了要卖这本书，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写了一大堆。那姑且就看看，当小说看一看，玩一玩就好了。好，我们就。所以我讲这段时，我对囡仔我想在跟他讲，啊，但是确实只有这段，我帮他给我断章取义的起了那么一段哇戏啊，所以这个我想因为大家很比较理智，你可以听，我可以讲的比较深入，啊，囡仔我袂使安尼讲，好，那这张呢，我们可以看到那在我们这张耶稣这个旁边那个那个穿红衣服的那个就是我们在约翰在教会约翰他在画家的那个笔下呢，他永远像一个女人一样。因为他个性比较温和，比较善良，而且比较倾向女性化，所以呢，他比较在有时候在画里面，而且加上那个达文西他自己本身有同性恋的倾向，他对这个女性的那个诠释呢，会比较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对这样的男人他会比较不一样的诠释，所以他是一个约翰。那彼得就是他旁边那个大胡子那里。原来这里本来是有一把刀，那把刀呢，大家就要说那是出自于谁的手，大家都不晓得。可是呢，在 Dan Brown 的里面的小说里面，他讲说，那个就是彼得的手带那把刀，为了增加这个画面那个杀机等等的那个感觉哈，所以那个就是彼得的手啊。那可是很多史学家认为就是说，那是完全是
达文西他一种超现的表现方式，让这个画面呢产生那种气氛，那种害怕、那种恐怖的气氛。那前面有我们就知道，那我们下一张好了。下一张他是经过画家从他每3个人一组，这个彼得，那这个是彼得这边是约翰，这个就犹大。好，下面一张，这个是后来这个是他3个一组了。当大家听到说他的老师这样被出卖了，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几乎在下面一张，我们看有一张他是人家重新给他弄过的，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那犹大你也知道，他手上刚好靠近桌面的时候，他手上那个握的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就装满了很多的钱币。那个钱币就是他出卖他老师得到的报酬，得到的报酬就是这张。那后面那个就是彼得，那你可以看到彼得后面带着一把刀。那 Dan Brown 的解释就是说，因为他想取得以纯男性为主导的教会的那个控制权所以他逼的那个摩大拉连夜跑走，这样。好，那耶稣这个就是彼得，他下面这张更清楚了，好，前面这个犹大手上拿着那个钱币。好，那我这里上面写了流行小说《达文西密码》对此话有不同的论述，耸动的卖点，成功的短时间销了3000多万册。我特别写出来，所以那个书爱看疯狂，别狂嘛，我要给你看好，下面，好，他还画了很多素描。第一个就是圣母子圣安娜跟施洗约翰。好。后面呢？最后面有没有圣母坐在圣安娜的腿上，抱的是下面这个是施洗约翰，抱的是基督。好，后面再下面一张。好，这个也是圣母子跟圣约翰，他完全采用这种三角形的构图。你可以发现那个达文西他很多的画面构图，他采用一个三角形的构图。那三角形构图在我们构图学上来讲，它是最稳重的、雄浑的好，下面盐湖里面的圣母，那这张也是有很多的论述了，到底哪一个是基督，哪一个是施洗约翰？有人说背着十字架那个是基督，因为基督应该十字架在一起。可是说，你是一个基督，你怎么可以双手好像拜托旁边那个小孩子呢？拜托旁边的施洗约翰这个讲法又不对反正大家各说各话，看看就好。好，下面。好，那他除了过去呢，他除了以圣经里面的人物，或者说以圣经里面故事为主题之外呢，他也画一些平凡的人，一般我们的凡间的平凡的一些凡人好，这个就是抱白雕的妇女，她是一个凡人，但是她却像神一样的发出一样的光。好，下面。好，我们现在在讲他下面一个画家叫其实他是一个雕刻家啦，叫米开朗基罗。那这米开朗基罗呢？他的个性跟达文西完全南辕北辙。这个人个性比较激烈，而且呢黑白分明，从小爱打架，爱打架不能打架做好小朋友做好，不能打架打架把鼻子都给打掉了。他爱打架，所以把鼻子打掉了打断了，就是这样。米开朗基罗 ，OK， 好，那他是一个建筑师，也是一个雕刻家。好，我们在下面一张，这样大卫像。大卫他是以色列的第2任国王。以色列第二个国王，怎么？对呀，怎么都给你看裸体画好，那这个大卫呢？其实这个只是米开朗基罗，他随便在路边捡了一个人家刺级的大理石，一块石头，那块石头重了5000多公斤他就利用那块人家废弃不要的大理石呢，带回家，在米开朗基罗细雕这个精琢细雕之下呢，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牧羊人呢，就变成500多年来的什么美男子，他很美你看他那个表情，他这张刚好是打败那个歌利法，你们圣经应该懂一点吧？那个巨人歌利法的时候，那种战胜的那个雄狮的英姿，就刚好打倒那个歌利法的时候的那个英姿那这张这个雕刻呢，他刚刻出来的时候呢，大概他1500几年，1503年的时候，好，1503年，那他刚刻出来，刚完成的时候呢，他放在户外。那放户外呢，一到半夜的时候呢，被一些卫道之士放在户外大概放有300年。那这
这300年的中间呢，受到这个空气，我们还有那个微府的一个粒子的侵蚀，还有雷啊，下雨雷打，然后加上有一些味道人士哈，说怎么把男人磕的这个样子哈，磕成个裸体样子，然后呢很多人的责骂，那到半夜甚至有人喷什么番茄酱哈，乱喷，然后呢破坏，到最后呢不得不把它移到现在佛罗伦斯的艺术学院里面去。那1879年呢，移到那个佛罗伦斯的艺术学院里面去。那2003年的时候，这个当局他们就为这个大卫像呢，给他洗澡。500年没洗身躯，2003年才给他洗澡，一洗就洗几年，洗2年，一洗就给他洗2年。那2年以后呢，这个大卫像再重新他那时候动用了很多70几个科学家啦，还有一些那个史学家的帮他洗完澡，然后这个到时候再移到室内去，他旁边做了一个防尘布，让人家不能靠近，那比较保护他，然后可以再永久。其中还附置了2件。那个2件可以展到外面去，那这个就放在室内，雅典那个佛罗伦艺术学院里面。好，下面一张美男子。好，这个有没有看到？好，我这里上面都有写的2003年第一次为大卫洗澡，洗2年好，动员70名科学家，212个机构，2年后为他举行庆祝会。我刚才讲过，他那个样子是干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打败谁呀？歌利亚，那个人是巨人，对不对？好，放在下面上。好，那时候呢，有人建议就是说，用28片的那个铜片做成什么无花果叶，把它重要的地方遮起来，免得不好看，给它遮起来。可是最后还是没有了好，下面，我们再看到这个圣伤，1499年。这个就是圣母抱着耶稣从十字架下来的时候呢，那你说哇，圣母好年轻哦，对，一个人的悲哀一个人因为他对他的独子呢，对他的孩子呢，从十字架下来的时候呢，他的孩子已经到这个样子了，但是呢，米开朗基罗没有把他弄得那么血淋淋的，他钉在十字架里面，还在那里曝晒了几天，晒太阳，有没有马上就给它拿下来？没有嘛，对不对？还在那样曝晒，而且血淋淋的。然后呢，这个圣母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个样子，如果是一般的母亲会怎么样？昏倒，还有哭，对不对？哭啊，哭天抢地的。可是呢，这个米开朗基罗呢，他把人类的悲伤藏在最心底下，藏在心里面，然后呢，把它升华到一个境界。升华到一个境界，它就变成一个高贵。因为人一个到最悲伤的最高境界，没考已经埋在内心里面不哭了，而且完全是给它美化，把这个圣母呢也给它美化。美化呢，以前是说表现它的一种神性，它不是普通的人，它跟普通人是不一样。所以当那个米开朗基罗呢，他没有把那种血淋淋的画面，血淋淋的，很多画家过去以圣伤为主题的画很多，但是呢，有的都是血淋淋的，我们看了说实在，当然也难过看了心里不舒服。可是呢，他这个作品呢，大家看了以后只能怎么样？我们会随着他的情绪，整个人都怎么样？升华。所以每个人去梵蒂冈大教堂去看这张画的时候呢，梵蒂冈大教堂看这张画的时候，大家都不讲话，被他感动了。那这张是这个大理石雕像呢，是米开朗基罗他23岁的作品。那23岁的作品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讲这个是谁做的他展出来的时候，他想这是谁做的？大家都不相信说23岁的小孩子可以做，23岁的年轻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做到这么极致的这种雕刻。你看大理石那个大理石是不是很硬它可以刻到那个衣服上面这么柔软。它不但用细砂纸磨，还用那个羊皮有没有给它抛光？羊皮抛光。那这个的雕像呢，是米开朗基罗，大家都怀疑说是谁的？他说：“哎呀，就是谁。”没有人相信，那么年轻怎么可能？这一定是老师傅、老匠师、老怎么样、老画家才有到这种境界他的手艺才有到这种境界。
米开朗基罗当然很不服气啦，所以利用晚上的时候呢，就在圣母的这个地方带着衣服带着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好，你们可以看上一排字，他所有的作品唯一签名的就在这里。过去从文艺复兴以后的画家，没有一个画家在画作上面签名的啦，没有在他作品上签名，只有米开朗基罗这个就在这个作品上面签名，刻上他自己的名字，唯一的签名。对，好，我们在下面一张。好，这个圣母，他已经把他的悲伤压到最内心，我人的最深层，已经升华了哈，表现一个神性。好，我们在下面。好，这个是这张是米开朗基罗受当时教皇的委托，为他造陵墓。那时候当时那个教皇很多都流行，人还没死就开始造坟墓了。啊，那他造了这个谁呀？摩西，摩西知道吗？知道吗？小朋友知道吗？摩西。好，下面，好，我们在下面看看，在下面一张看看摩西。好，这个摩西，摩西他是把它表现一个半人半兽的样子。你看头上有两只犄角，好，跟凡人不一样，对不对？那你看摩西好像是坐在那个地方，事实上他给他的感觉是动态的，坐在这里是不动的。事实上，那个摩西你去看他说，你也感觉说他是动的，为什么？因为他两眼目视，手上拿着十诫，对不对？有没有一本书？十诫。那么两只眼睛看着前方，好像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对不对？他那个样子给他感觉要站起来的样子，因为我们可以从他手背上的肌肉那个血管，知道说他已经在什么生气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他已经在生气了。我们可以从他手背的肌肉的紧张的那个姿态，还有他眼神，知道说他一副要准备要站起来。站起来干什么我们就不管了啊，站起来。那么呢？可是他当一个领导者，他必须要压制他自己内心的那个情绪。就刚才我拿你怎样，已经要发作，他必须要压制他自己内心的情绪，安定下来内心的情绪。所以你看他是静坐，其实他是准备有一种动态的动态。那他原来是要，那米开朗基罗的意思，他是原来是要给他放在一个4公尺的台座上面，大家360度都可以看得到他。可是呢，当时教皇不准，就叫他把它放在那个陵墓的底下。但当然有点损失他的艺术价值啊，因为一个好的作品，你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展示在什么地方，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一张画丢在你家墙壁角，你怎么去看它？你把它装潢的好好，把它怎么样定光弄得好好，挂在你家客厅，那感觉就不一样的哈。好，下面，好，你们看到，血管，你们看血管膨胀，还有那个肌肉紧张的那个样子，就知道说它是要有一种动态，准备站起来的那种感觉哈。好，下面，好，在陵墓前面的一个昼夜成婚雕刻。全部都大理石雕刻哦，好，下面，下面，好，那米开朗基罗呢？他是一个雕刻家，他不是一个画家，但他还是有几张画。这个时候被人家逼出来的画哈。那这张我们可以看到知道，他认为说画要画得好，就要把那个画画得跟雕刻一样，所以他的画的线条呢，跟那个达文西完全不一样。达文西是比较柔，而且线条都会融到背景里面去，他不是。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画就跟他的个性一样，刚硬，很刚硬哈，很刚硬，跟你写字一样。有人字就看出，你写字可以看出你的个性出来。而且我们在绘画心理学上也讲，你画什么图，多少可以揣测到你的内心里面去。所以有个色彩心理学，以前我们都必修的色彩心理学哈。这个在基督教，在教会，在基督教里面教会里面他们一般是这样：蓝色用色彩，蓝色一般代表着天主的真理，红色代表了天主的圣爱，天主的圣爱。那么呢，所以常常在这个宗教绘画里面呢，他经常使用这个红色。圣母常常就是说穿着红色的袍子，那罩着那个蓝色的，穿着红色的衣服，罩着蓝色的袍子。那小耶稣呢，永远就穿这个黄色的衣服。所以他利用这个色彩，红、黄、蓝3个颜色。这个3个颜色我们在色彩学里面讲叫3原色，来代表。那这个3原色，你想这3个颜色没有任何，你可以用红色加黄色会变出什么颜色？橘色，对不对？那绿色加蓝色加黄色的，对，蓝色加红色的，紫色你都知道。
道，可是这个3个颜色我们称它叫3原色，没有一个颜色可以取代的。如果把3个颜色包在一起，会变成什么颜色？对，黑色，对。所以呢，这个3个颜色没有办法取代。所以呢，他们在在当时的那个教会里面，他们认为说，认为用这个3个颜色来代表，来代表。红色代表着天主的什么圣爱，蓝色代表什么真理。那黄色小耶稣永远是穿着黄色的衣服，所以他在宗教绘画里面，他很少看到其他的颜色。好，下面，好，我刚才讲过，米开朗基罗他原来是个雕刻家，对不对？好，他雕刻家呢，那有一天呢，有一个记录他的人很坏，那么他本来教皇要他为他生前造坟墓，但是呢，这个米开朗基罗呢，他已经准备花钱了，去买了很多石材。材料都买好了，结果既然这个教皇受到一个嫉妒米开朗基罗的人的那个谏言，就说这个米开朗基罗他很会画图，他故意要害他，明知道他没画过图，就说他很会画图，你应该找他哈，你看我们这个梵蒂冈教堂这个西斯丁礼拜堂那个天花板都空的，墙壁也空的，去找他来画壁画，故意要让他出丑。那个教皇呢就找这个米开朗基罗来说，我们这个西斯丁礼拜堂，大家去看，我这个想要在这里画壁画，那个天花板就像拱形的，这个墙壁也要画壁画，由你来画。那这个米开朗基罗拒绝，他说我是雕刻家，我不会画图，我从来没画过图。可是呢，这个教皇不理他，他因为被人家陷害，不理他，你还是要画。那个米开朗基罗彻夜要逃走。被教皇用不安部队把他抓回来，派军队把他抓回来。抓回来以后，他就只好开始画了。那么他开始就画的天花板，我们看天花板，这个上面天花板还有这个这个是另外一面垂直的地方。我们先下面讲天花板呢，它就按照旧约圣经里面的故事，上帝怎么创造男人，怎么创造亚当整个那个旧约圣经里面的故事呢，他就画了壁画。而且画这个壁画的时候呢，本来教皇只要画12个人就好。120个人就好，120个就好，就他画了343人，他画了343个人在上面。好，他在画的时候，第一个他需要先想要构图。那我从底下往上看的时候呢，你要构，也不能画太小，要相当大，因为一个天花板，西斯丁礼拜堂梵蒂冈教堂西斯丁礼拜，那呢，你从底下你还要看得很清楚。那米开朗基罗他认为是说，画图就要跟雕刻一样的画，他每一个画的画面呢，都跟雕刻一样，好像那上面的人会走下来一样。因为雕刻的东西是不是很立体？那他画的很立体，而线条很刚硬，那好像上面的人要走下来。那最重要就是说，画什么都好，当你要开始画的时候，进度当然是很快然后就开始想我要画什么才能够表现出这个创世纪这个叫创世纪创世纪的这幅那个大壁画。后来呢，好，我们下面一张，最重要的是这一张，上帝怎么样创造亚当？所以呢，他在走这一步，他最重要就是这样。这张在构图的时候，他就要开始思维，我要怎么去画这张画我要怎么样？就是说，人类第一个男人是怎么出来的？那在画这张的时候，那个构图呢，让他百思想了又想，不晓得怎么画。有一天呢，他就走到外面去了。那走到那天天气非常好，有一点风。走到一个高原上面去的时候呢，他看到天空上面有2朵云，刚好随着气流的流动的时候呢，2朵云刚好怎么样，逐渐的碰在一起。他想到，哎呀，这个就是我要的构图。回去以后马上构图下来，而且他这个很经典，就是说他让他怎么样，没办法碰在一起，有没有？上帝的手指跟亚当的手指有没有碰在一起啊？没有，给人类留下一种想象的空间。那亚当很简单嘛，一个男人的头嘛，对不对？那上帝当你要怎么样呢？谁看过他就开始思考了，这个上帝我要怎么表现那种上帝的那种神的那种威严那种，你也不能给他画得太温柔，你也不能给他画得太凶悍，那我要怎么样去表现？所以他有一天呢，他也是为了画画，他也是走到各地去观察去看，走到凡间，走到那个一般街上去观察。那有一天他就到一个酒馆里面去呢，看到一个老先生呢，那时候酒馆大家都喝酒，看到一个老先生呢，喝的那个酒一口酒以后呢，他发现那个酒酸了就变什么醋，对不对？发现那个酒是酸的，酸了以后，那喝酒的那个老先生很生气的，啪一翻桌子，结果一拍下去，生气的叫那个
啊，你的酒是酸的，那酸的时候一拍下去的时候，那吹胡子瞪眼睛，头发都飞起来。你看那新闻，我看到，哎，就是这个样子，上帝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我是从电影情节里面看出来的啊，曾经拍过电影叫做《万世千秋》啊，我在大学的时候看过《万世千秋》，他就是从酒馆里面呢，哦，看到这个老先生在吹胡子瞪眼睛的时候，想到哦，上帝就这个样子，所以他用他的头像就代表了上帝的头啊。好，在下面一张。哎，这个很经典。我记得这个手指在还没接触的时候，我发现后来很多好莱坞的电影里面都有这个镜头。我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做《E.T.》啊，我爱看电影哦。E.T. 有没有？你们看到？而且后来很多那个经典的都是这样，手指头被要碰不碰的啊，这很多。我记得很多电影里面都有这个镜头啊。好，下面，好，这个也都是大洪水，诺亚方舟。好，下面，啊，这个知道了啊，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失乐园嘛，哈，原罪跟驱逐乐园两个故事连在一起。好，下面，好，这个也是。好，下面，这个是德尔菲先知。我想这个我可能你们可能会比我懂一点的哈，德尔菲先知。好，他把它画得像圣母一样。那他的画呢，都跟雕刻一样，说好像每一个画里面人物都要走下来的感觉哈。下面，好，这个也是在下面。好，这个都是。它连那个柱子旁边，好，在下面，好，都是利比亚的女祭司哈，在下面。好，那这个是画在墙壁上面，这个叫最后的审判哦，耶稣在审判，最后审判。你看他一个手往上有没有？上天堂，还有往下压，你看到下地狱，好，上天堂跟下地狱。那么他故意他这是采用水平的构图啦，他故意把中间的人画的比较大，下面的画的比较小，为什么？谁会告诉我？啊，为什么？因为下面是阿船啊。好了，对，还有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下面是我们人比较矮嘛，对不对？我们相加。那你往上看的话，如果它的比例人物画的比例一样大的话呢，上面的人你看得到吗？看不到。所以他会把上面的人越画越什么？越大。可是你从底下看上去，你会不会觉得很大？不会，因为它离你比较远，所以你会给就是说整个这个画面按布局上面的。会比较协调一点，这样懂不懂？我想大人懂了，小朋友听听就好。哎，对，长大老师再讲给你听。下面，好，中间是基督了哈。好，这里面画了400个人，原来都是裸体的，所以他展示出来的时候都裸体哦。他展示出来的时候，当时教皇也不以为然，大家都在骂，全部都裸体啊。等到米开朗基罗死掉以后，教皇要换另外一个画家，叫另外一个画家把每一个人物这个地方都给他画上一条布，把它遮羞布，人家唱遮羞布啊。后来人家就称那个画家画那条布的画家，称他叫做内裤制造商，他叫你做穿内裤。可是呢，到后来他有经过清洗，大概1920年的时候，19多少年？92年还有1980几年的时候，他有经过大清洗，清洗的时候就顺便把那条布给它洗掉，所以就恢复他原来的样子。所以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裸体的哈。好，我们中间以上啊，好，下面。那米开朗基罗画到，你知道他画那个创世纪的，他那个架子是不是要搭架子在上面？那18公尺18公尺高18英尺对不对？18英尺对，搭在上面，他每天要这样画。你知道那些颜料一滴会不会滴到你的头顶上？会不会滴到你脸上？会。长眼这样画的话，他后来那个脖子那个地方整个都僵硬了。有一段时间他根本没办法看书，一定要这样看。他这样看没办法，因为他这整个都已经身体都已经变形了。他可以说他用尽他这一辈子的生命，他这边的生命来画这2幅，画这2个大壁画。他这边的生命，然后等他画完以后，他已经37岁了。他很早就成名，他16、17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已经成名了，而且做了雕刻，已经相当有名气。你看他画那个，刚刚我们看那个做那个圣殇有没有？一直要在里沙回，才23岁而已哦。那个大卫他才26岁，他等到画完这2个壁画，他才37岁。37岁的时候，他活到89岁。那37岁的时候，他已经像一个糟老头一样，他把自己也画在这幅画里面。好，我们看，打开下面。
对，下面画着一个人皮，在一个地方，好，画着一个像人皮的地方。好，对，已经到这个样子。好，我们在下面。好，这个是拉斐尔。拉斐尔呢，在所有的画家里面，他最年轻啊，他比达文西小31岁，比米开朗基罗小23岁。但是呢，他这个人也很短命，37岁就死掉了。哦，7岁妈妈就死掉了，10几岁爸爸就死掉了，一直跟着他舅舅。他舅舅就是很坏，就是去教堂密告那个，不是去教堂推荐米开朗基罗去画壁画那个人，因为他想让米开朗基罗出丑，想让他的外甥出名。那这个拉斐尔呢，他学到了他对这前面那2位大师呢非常佩服。他从达文西以及米开朗基罗2个不同方向、不同格调、不同个性的那个画家里面呢，学到他们精华，融为他自己的东西。所以呢，他呢，尤其是他以画圣母像最出名。他这边的画了40几个圣母像，40岁到有40岁的圣母像。所以呢，可惜也很短命。当时呢，因为他年轻嘛，所以教皇呢就把他引进到把梵蒂冈教堂里面有很多空的那个小教堂或者小的礼拜堂呢，就请他去画壁画。那教堂看他的壁画画得那么好，所以整个所有的画师全部都辞退，只留下他跟米开朗基罗，去完成那些壁画。好，下面一个，好，这是他画的，好，这是他画的。好，我刚刚有写上色彩的配置，我们可以看出来。好，在下面。好，圣母。好，拉斐尔毕生画了40多幅的圣母，将他心目中的理想美画到淋漓尽致。而且他那圣母呢，你有发现，他每一幅画那个女人哦，圣母跟圣婴呢，都是用曲线的，没有那个不像那个米开朗基罗那个线条那么硬，有没有？跟前面都不一样啊。那都曲线，有大大小小、长长短短，不同曲线交割分个交叉完成一个画面出来啊。好，而且它的背景全部都是以田园、以风景、田园为主体啊，田园为主体。好，下面都以田园圣母，田园的风光。那么他的圣母呢，就像一个妈妈一样，很平凡的一个母亲一样。好，在下面。好，在下面。好，这张是他最经典，叫做雅典学园。这个雅典学园原来是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设立的。那个拉斐尔呢，他在这雅典学园把不同时代，古希腊、罗马时代那些哲学家、科学家，那些哲学家、科学家，还有所有的有名的人物呢，都放在雅典学园这张。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把现在在当时的意大利有一些当时的一些名家也是一些哲学家一些科学家。全部都在这个雅典学院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好，这张很清楚。它中间有2个人，一个是柏拉图，一个光头的有没有？老先生是一个柏拉图。柏拉图的手，你有没有看到发向上？他主张形而上学。那他左边那个，另外一边右边这边那个是谁啊？那个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那因为他对达文西以及米开朗基罗的敬重，所以他用他们2个的头部来代替。所以你会发现说，柏拉图他那个头就是达文西，那这边亚里士多德的头就是米开朗基罗。好，除了这2个人之外，你可以看到他旁边一个穿白衣服，有没有看到穿白衣服的？好，这个过来，第3个、第4个白衣服，那个是亚历山大大帝。好，然后再看到一个穿黄色的橄榄绿，他旁边这个亚里士多德，好，这个地方苏格拉底，对不起，那个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 ，OK， 好，你再看下来，再看前面这个这地方城市这个有没有？那个也是一个我们在下面一张好了，这样在下面一张，这样这个是个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这样比较看得清楚。一个手指向上，形而上；一个呢手掌向下，形而下。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亚里士多德。可是他们就会对当时2个有名的画家的一个敬重，所以用他们2个的头像。好，下面，好，这个希腊古筝家赫拉克利特，那拉斐尔用米开朗基罗的脸来表现，他对米开朗基罗是相当敬爱的。但是他们这些人都讲王不见王了。好，下面。
好，我们再看到拿着一个球，有没有？一个地球仪那个有没有看到？啊，拿个地球是一个托勒密，他是一个天文学家。啊，还有另外一个背对着黄袍，拿着地球也是托勒密。那黑帽子那个是拜火教，就是索罗亚斯的宣教拜火教的那个创立者。好，下面。好，我们在地下画的那个拿着弯腰在地下画的，这是欧几里的这个数学，讲到数学逃个不停，数学对不对？好，数学家，好，弯腰这个数学家在下面。好，欧几里的几何学之父了，几何你们现在小朋友还没有学到的哈，但后面的大朋友都学过了哈，几何学。好，下面。好，中间写笔记的叫做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就是，我想你们大家都学过数学，知道毕氏定理有没有学过？有啦，有没有？右直角三角形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有没有？你把两边直角的那两面成一个正方形的话，它的平方面积等于斜边的平方面积。好 ，a 平方加 b 平方，我们前章数学有念到哈，毕氏定理。好，下面毕达哥拉斯，下面。好，戴帽子，阿拉伯数学家。好，下面，这个对小朋友来讲可能比较艰深一点的哈。好，好，在下面好了。好，这个是个最好。好，下面，好，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雅典学院那一章，好不好？往前哈，那一张拉斐尔也把自己画在里面。下面一张，在没有后面，好，在后面，拉斐尔有没有看到白帽子的旁边那个就拉斐尔，他把自己画在里面。好，好，他把自己画在里面。好，我们全部给他打开了，全章还。好，刚才全章那一张。好，这是整个雅典学院。那它最经典的就是这张壁画，好，相当有名的雅典学院。好，下面我们来一直退下去，走下去好了。有没有看过这个鸟？大啄木啊 ，P.D. Woodpecker 啊，这个常常可以看得到的。常常可以看，这个我家后院拍的。好，下面随便看几张就好了，因为我刚好有几张。这个叫 tanager， 这个它专门就是在针叶林里面，它这个是公鸟，啊，公鸟很漂亮哦，跟彩虹一样。那下面有几张我刚好拍的，啊，然后在下面 tanager， 它叫 tanager， 对，这里看到吗？这个叫 Stella 界，不是blue 界哦，很多人搞错，不是blue 界，blue 界只有在东岸才有，头这样白蓝灰灰，那个叫blue 界，这个叫 Stella 界。好，再下，这个我们家后院常见的鸟，这个叫做蝴蝶什么的，我现在一直忘掉了。啊，公鸟，这是Mercancy， 对，蝴蝶 Mercancy， 它是雄鸭。好，就这样。因为我说实在，第一次上课哈，我不晓得成语是这样，所以有大有小。啊，这个小朋友你听不懂，我也很抱歉。啊，如果讲的太那个话，对那个大朋友我也很抱歉。啊，反正现在讲的我也好，反正大家高兴就好。好，谢谢。好像我多耽误时间哦，会不会一个小时？都后，刚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带给大家这种完整的资讯。好，你几年级？9年级，国三，在台湾是国三，国三的。上国三啊，老师还记得的。我退休也不过才几年而已。我如果卡片的话，你不要有其他的东西哦，因为我只要卡片就好。真的，不要再加其他东西了。谢谢了，谢谢。这样挺好。谢谢。这个其实有很多单位都是这样的，那我这个一向就是这样，因为。
因为钱说实在我也够用了哈。你知道我们的政府虽然给我一笔退休金，但是大家也知道我退休金被拿走了，哎呀，我无所谓啊，因为我小孩现在不需要我来提供，因为我的养老金够我用的，所以我能够做的话，我就尽量做，啊，就这边就尽量做。好，谢谢各位捧场。我们今天排这个，感觉好像在上课，但是事实上啊，有很多东西，这种艺术跟生活是息息相关。你看越多，你懂越多，你才有能力去欣赏这个世界。当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去欣赏。当然今天讲的是美术，然后后面又有几个那个鸟的照片哦，我期待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欣赏，不管是大自然的，或者是人的智慧艺术所创造出来的，或者是在我们生活周遭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让我们的视野能够越来越宽，好不好，小朋友？好。